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时尚机，由恒春仔为大家主持服务。即马要进行的单元是台语小常识。今仔日要为大家报告的是台语韵母的注音符号。来，咱即马就来练习一遍。就是阿公的阿。就是四三的阿。就是乌色的乌。就是可恶的恶。过来，这个是漳州音念泉州音念亲像漳州音无的或者是泉州音的无的就是鸭的就是红鸭的就是哀求的就是破歹的就是澳洲的就是好以后晓的安就是安全的安。配合介音就是高金的因。配合介音就是温度的温。就是倒红灯的红。配合介音就是英雄的英。就是王爷的王。就是黄色的黄。就是阿的暗。就是暗时的暗。就是林松的就是伊人的伊。就是圆圈的圆。就是污染的污。就是羊的羊。来，咱搁复习一遍。就是阿公的阿。就是四三的阿。就是乌色的乌。就是可恶的恶。过来，这个是漳州音念泉州音念亲像漳州音无的或者是泉州音的无的就是鸭的就是红鸭的就是哀求的就是破歹的就是澳洲的就是好以后晓的安就是安全的安。配合介音就是高金的因。配合介音就是温度的温。就是倒红灯的红。配合介音就是英雄的英。就是
王爷的王，就是黄色的黄，就是阿的暗，就是暗时的暗，就是林松的翁，伊就是伊人的伊，圆就是圆圈的圆，污就是污染的污，就是伊乌羊的乌。今仔日向大家报告到这。以上是韩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摄像机独家放送恒春仔的台语小常识，感谢收听，后回空中再相会。